继续，咱要来关心，伫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14的时阵发生规模5.2的地震，然后又搁发生连续小规模的地动尾。到在目前是无传出重大灾情，嘛无人员伤亡的通报。监视器翕到突然间规间厝一直摇，出来饲的2只狗赶紧要走去厝外。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8日早起发生规模5.2的有感地震，地震的深度13.4公里，是极浅层地震。真侪人的厝内监视器拢翕到地区冰心迄当阵的情形。美国发生连续小规模的地动尾，地震警报器响了，消防车就戒备待命。国家在官方表示，无传出重大灾情，也无人员伤亡的通报。伫即卖科学，也阁无法度精准有无发生地震的时间。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4日发文提醒讲，伫未来30年，日本发生南海海藻大地震的机会，自70%增加到80%。对西边的沖縄话一直到东边的福岛这个区域，可能会造成298000人死亡，所以普通时就要做好防灾准备，把握第一时间逃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